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就在今日暗頭的時陣，航台會登陸嘛？咱講天無照價值，還是人無照道理？該做工程敢是有延遲？該防治，講是無防治？這會一淹就做大水。今仔日3位專家學者甲2位當事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氣象專家賈新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台灣氣候服務聯盟秘書長詹弘揚。大家好，主持人好。那麼第三位台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系副教授吳杰勇。主持人、大家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蘇澳店長李明鐵。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五位呢，在線頂的是華大安的自救會新聞聯絡人古拉斯烏莫，咱小等呢會在線頂。那麼首先，咱先來關心，就昨暗時宜蘭的蘇澳溪，那溪水倒灌，那麼溪水呢抽水站煞未付抽水，造成了市區的淹水，有上千戶攏淹水咯。上深的淹到一層樓下懸，有民眾的車停佇飯店的地下室，車攏浸水咯。南方河的南行里有塗石泥，那麼災情嘛真嚴重。地方上就呼籲中央趕緊核定蘇澳溪分洪道的工程經費來治水。在民保用摒掃甲出來淹水物件攏搬出來，宜蘭蘇澳市區因為蘇澳溪水漲起來，中原路、信愛路攏淹水，水上懸淹超過一層樓懸。我攏內面攏無半項啊，攏歹去啊，攏歹到攏淹出來啊，含免去嘛攏歹啊。一層樓已經滿。遮雨棚那裡。比蘇澳市區真儕車因為淹水掉佇咧路中，國軍為着要緊急救災，開裝甲車入去災區，有民眾的車禍裝甲車愛過規台海去。飯店這邊有沒有跟你們說賠償的？完全沒有，他現在的表示就是說要我們自己聯絡保險。蘇澳煙波飯店地下室淹水，造成旅客停佇咧地下室的車攏予水淹去，希望飯店會當賠償。雙方抑閣佇咧協調。南方澳地比江附近後壁發生塗石崩來情形，南平里的路怎麼抑閣淹水？民眾出來攏是塗石落雨梅，正無用佇咧清理。消防員協助地勢較低的災民，經過錯漏的蘇澳溪，為民真驚險。這條蘇澳溪和地方定義是造成蘇澳市區淹水的主要原因，因為河道彎彎翹翹，就算是下樓已經有設阿里斯溪抽水站，水也是倒灌入去市區。緊的把這蘇澳溪分洪道做好，才可以讓我們蘇澳免於又10幾年來一個這個淹大水，我想民眾都很痛苦，然後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事情。中央已經規劃佇咧頂樓設蘇澳溪分洪道，不過因為建築原物料起價，總工程經費自50幾億增加到75億，行政院抑閣20幾億的經費也未核定。地方希望中央趕緊核定經費，啟動工程，避免蘇澳閣淹水。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啊，昨仔一暝哦，我真濟宜蘭的朋友住佇東山啦，住佇羅東啦、蘇澳啊，就真濟人咧發休啊。我哇，這水啊來甲真急，到底這個氣象上是安怎吼？小等請在座的這個專家來甲咱講。但是目前佇蘇澳鎮目前的情形是安怎？你首先來請教的店長，對，辛苦了吼。那目前你即馬這個水退啊未？即馬水差不多攏退好啊，啊民眾即馬攏佇拼厝內啊。你會使甲咱講一下吼，差不多咱蘇澳鎮吼，那我知影講蘇澳鎮，譬如講北美紅迄邊較山區的，後較朝陽遐較山區的遐所在以外，那麼是毋是整個蘇澳鎮攏淹水落去？除了吼蘇澳市區以外啦吼，即個佇迄個新馬區遐，即個高高啊，龍德里永榮里。哦，新城里啊，港邊里
這個盡人力吼，這嘛攏有淹水啦吼，只是這淹水的狀況吼，就無像所有市區這麼嚴重。這個主要上大面積淹水上嚴重是佇所有市區內底。是恁初步的了解，是因為雨大個急集中，是講某種程度是咱的，譬如講咱呼籲講咱這個分洪都無做好，無做。是啥物原因？恁家己的推論呢？我應該安尼講吼，佇民國99年吼，這個1021這個美麗颱風的時陣吼，其實迄當陣造成的這個災害，甲即馬嘛是差不多共款吼。所以當陣開始，大家都攏希望會當做這個分洪道，甲所有溪只要這個雨足大的時陣吼，會當將這大部分的水吼。為這分洪道為海邊來個塞入去吼，所以其實對這個美麗颱風過，民國99年這個風台過了吼，所以即馬所有人都一直在做這個這個雨水下水道，個做這個阿里山的抽水站，其中上重要就是所有溪分洪道，但是吼，因為這個雨水下水道做好啊。然後阿里山抽水站嘛做，但是上重要分洪道無做吼，其實就是講安尼效果，你也拄到即馬這個極端天氣來講吼，瞬間這個雨量太大，我相信吼還是沒有辦法及時會講將這個水吼，甲排出去所有溪，所以我感覺這屆上重要原因，除了這個雨吼，佇3、4點鐘以來吼，都攏落來。以外，就是上重要，當然是這個所溪分洪道也未完成。店長，我甲你請教吼，你做鎮長差不多幾檔啊？第7檔。第7檔吼。那麼在你任內，你敢有去爭取過？這個所溪分洪道吼，我甲大家報告吼，咱佇民國112年3月，其實這個已經核定啊。這個計劃已經核定，當初時咱是透過這個吳振成政委吼，來替咱來爭取這個經費。那這個3月182年通過了，本來的預算是大概54億外。尾因為這個當初時吼，考慮吼可能無真完整，尾吼，佮透過這個經濟部、縣政府，佮提出新的這個計劃內容的修改吼，尾規個經費吼變到將74億外，等於還佮加21億出來，所以這21億出來了吼，變講這個錢吼，即馬就是講中央到底是要安怎將這個差額吼甲補齊。所以我想吼，這種因為這中間波折真濟啦，所以也是因為雖然即馬這個所有溪分洪道即馬已經有正式的計劃嘛，拍算要來做真公聽會嘛開真濟場嘛，拍算要做，包括土地徵收的問題嘛，攏已經開始咧做要完成啊。但是其中這個20億的差額啊，我想嘛是真重要關鍵的因素啦。地方當然是希望。會當緊的這個經費攏會當合定，緊的將這個分洪道做好，因為分洪道好了吼，這所有的水位北面溪山頂落來，其他落來的水會當80%透落海底，安尼流入去市區，甲迄個要甲出海口呀，這個水都袂遮爾懸啦吼。我想這兩個原因攏有啦，雨足大，過來是因為所溪分洪道也未完成。店長，我甲你請教吼，你頭仔所講的54億，佮加了20億吼，這工程吼，我好奇啦，是講這一包吼，攏袂當拆嗎？因為照你講吼，這一定是一檔無法度完成的工程嘛。那麼是毋是會當升級發包，甚至升級應該要着手來規劃、來徵收、來做啊？那麼你感覺是啥物原因，還是講？其實若是無雨的時陣，就無要無緊，大家就感覺無就前一個，你認為是啥物原因？應該安尼講吼，其實這個計劃吼嘛一直攏有去進行啦吼。
即馬其實這個因為這個所有的經費是由中央專業來補助啊。因為這個是縣管合專，所以變做是講縣政府委託經濟部水利署來做啊，所以這個崩坑的部分是那個經濟部水利署應該來做。當像你波折無法度講即馬就緊的來，你拄講等甲錢到位再來，唔免甲所有錢到位就他來做，但是因為今日我這個大家報告，今日咱的行政院長卓院長嘛有來。伊嘛佇現場，咱要做這個粉紅島這個現場遐佇講這個20幾個無問題，就是會緊的，因為每年有4年，大概1000個這個縣管合專治水的預算，也承諾了這個錢會當甲補好者就是和這個12K 這粉紅島的工程會當順利來進行啦。其實你地方的意見，我嘛是希望講，就是講，這個速度一定愛緊啦，因為15年內底兩屆做大水，甲人民的財產2次全部的家當都毀於在這個洪水之中，我覺得這個對人民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啦。那我想你看一屆會當講是意外，但是第2屆我這是感覺咱政府其實真濟代誌來做甲互民眾會當感覺這個政府真正有負責任佇替人解決這個問題啦。所以我今日其實甲嘛足歡喜是咱行政院長伊嘛有佇遐承諾啦。我想這個錢應該每年這錢到位了，這個工程應該就真緊就來開始進行，包括設計。開標，因為這個其實我要特別講是講，這個工程其實即馬攏會要得進行，但是速度太慢啦。是啊，我是感覺你袂負氣，而且即馬極端氣候，小等你就知影講現場2位氣象專家，咱的極端氣候實在是真歹應付啊。上後尾一個問題要請教店長這一處除了一般的民眾。我知影，譬如咱做魚加工的工廠啦，地數嘛真濟呢。這有受損無？你講這個加工廠的這屆主要是因為我要安尼講是，這屆主要飲水上大部分是攏佇所有市區內底啦。然後迄邊是因為這個地皮江遐山，迄個應該是山壁崩落來。所以佇南平里遐嘛有飲水，但是這個你講這個水產公司的損失可能還佫你統計中啦。咱有需要外界親像頂一擺佇花蓮港關，還需要超人無？需要什麼？幫你烏塗的超人無？即馬因為已經真濟這個工具入來啦，迄個有寫嘛，小山貓嘛還有嘛西路的車啦，卡車嘛入來，就是講包括咱防災應變中心這個管建戶，包括中央這個攏有，只是只要隨時需要。有需要，攏會隨落來倒沙工。即馬你看，即馬這個時陣已經真濟迄個業車佇業遐大型的迄個廢棄的，然後嘛有洗街車嘛，攏佇進行，3萬嘛攏佇做。所以，阮希望大概這1、2天就會當互民眾會當恢復正常的生活。即馬就是講，真濟人攏已經來倒沙工啊。是，好，店長辛苦。剛才甲你講你10分鐘唔敢甲你延前，感謝。那後手有啥物消息咱保持聯絡，互觀眾朋友來了解。好，感謝大家，謝謝，感謝。那麼，朴師，像蘇澳這個所在因為我進前看這個雷達的回報圖哇，有感覺色的其實攏集中佇這個。淡水啦、北海岸啦，東北岸一尾尾啊爾，哪會蘇澳、甲東山、甲羅東飲水應該還清着？咱這屆主要的原因是咱這個風台伊甲東北風兩個夾做伙夾做伙本頂伊這夾做伙所在差不多佇這個日本的沖縄迄附近，但是伊佇較後壁這段了有刷過來咱
咱台灣這附近哦，因為吼，咱大家看咱這個風台這路線這個變化是。一直往北邊為南邊在收嘛，表示北邊的冷空氣較強，哦，所以造成即個雨水較明顯的所在。這張圖吼，咱家己看啦吼，咱這張是算講咱11號昨的規工的這個雨水哦，因為昨雨上大啦吼，咱家看主要攏佇咱這個南陽市溪南這附近啦，咱這個羅東東山所伊雨落偌濟？一工落超過差不多要900外，東山迄邊900外，900外這個雨吼是安那落，毋是伊毋是安尼每點鐘平均甲你落吼，伊吼真凶啊！安那凶，咱來看吼，咱先看黃色這條線，黃色這條線咧，咱是今年這個風台的，伊差不多佇尾暗啊，差不多5、6點開始哦。伊雨就敢若用倒安尼倒來，倒啊，敢清燉呢？1點鐘倒差100毫米哦，連倒4點鐘哦，所以咱頭先迄個鎮長有講，迄個主要伊這邊雨有影落了真大真急，4點鐘落來這個雨吼，咱不管落伫台灣大個所在，共款攏照應啦。落伫信義區嘛，共款落伫台北嘛，共款，因為咱的這水力排放差不多就80毫米的水嘛吼，伊這是4點鐘。每點鐘攏100一波安尼倒啊吼，咱看這個頭先有講過，咱這個數吼，佇這個15年2010年這個梅基風台咱看紅線這條線，紅線這條線梅基風台伊講的雨差不多佇中晝開始用雨安尼攏積起來，1點鐘落偌濟，佇下晡2點的時間，互你又偌濟？200，差一煞180，你厲害。咱即個120，即個吼要180，但是伊若連線，咱講連線1點鐘是超過要200，所以共款一工倒900外這個雨水甲倒落來，攏集中差4、5點鐘，所以咱甲看這個梅基風台紅線這共款嘛是4、5點鐘安尼，雨攏超過100毫米安尼落來吼，所以造成咱即個這個災情是較大。即個吼，咱梅基風台個是攏雨攏夾佇這個所，但是即個這個雨這個範圍較寬，攏佇這咱講溪南、羅東啦、東山啦吼，甲所這附近哦，所以即個造成伊這個範圍較大。主要就是講吼，咱講看迄雷達這個回波，伊就是攏夾佇遐吼，規個較強的這個系統哦，攏佇夾佇這個宜蘭這個南陽溪以南的這個所在。博士，這一當講這是強伴效應嗎？伊吼，咱講強伴的這個講互相這個影響夾做伙啦吼，咱他安尼講是有這個原因造成啦。本頂吼，咱咧看講這個共伴效應的這個情形吼，伊是安尼啦吼。咱用這張圖來做說明，了較火一線不要緊吼，但是咱注意吼，咱台灣吼，台灣差佇遮吼，佇遮，安尼南邊佇菲律賓北邊遮吼有風台是低氣壓，風台的氣流是反時鐘安尼教。但是咱在中國的長江流域這邊有冷空氣，有東北風落來，所以東北風較大較冷，拄到這個較水汽較濟、較熱的這個風台這個風吼，伊就佇咱東北部，特別是咧宜蘭遮吼，天雷交地火。是啊，就是安尼造成較無穩定這個系統，咱就講這是風台甲東北季風的這個共伴效應造成。咱即個本來判斷伊這個共伴的這個所在是佇Okinawa迄附近，但是我頭先講過，因為冷空氣有較強一線，所以這共伴的所在有了往較南邊刷過來咱台灣，所以就佇昨昏差不多下晡差不多6點、7點、8點、9點連續4點鐘迄系統攏一直這水攏敢若到這個水道槽一直灌，攏佇迄個所在啦，所以就造成這個較極端的這個較特殊的這個雨水發生啦。是，詹老師，是，恁這種做氣象的專家專業吼，恁看到這圖，昨日恁看的時陣，恁敢會想講，這可能東山、羅東、蘇澳會真嚴重，敢有法度安呢？基本上應該你袂使講確定，但是你已經心內有數，因為這不是頭一屆啊。好，佇頭拄仔賈博士也講啊，其實梅基已經是足嚴重啊。我們這個共伴的效應呢，其實佇這個季節吼，其實上驚的是這件代志，就是颱風為咱台灣的南部過。迄個東北季風呢，拄仔落來，兩個拄仔夾做伙。
因為宜蘭這方面吼，蘇澳加羅東遮地形的關係，伊迄個山形的迄個走向吼，拄啊西北走東南，西北走東南，嘿，啊你東北季風落來安尼，拄啊滴，攏拄啊甲雨水攏攏拄啊神落來，神甲拄啊好，啊好，所以你佇迄邊的時陣，你就會使想到講，這件代志啊發生。可能就是講颱風佇南部，但是你上大的另外一個受災可能是佇迄個咱這東北部這邊宜蘭這個方面。是呢，老師，咱即馬咧錄影的時候4點外，即陣是風台還未定錄吼。是，還未定錄，就已經有受災的。但是有可能老師他咧講，可能即隻風哦，毛攏錯了啊，來到。台灣吼，吸到落地的時陣就變成火雞啊，吼，是安尼嗎？係有可能啦，因為咱這要共伴效應吼，第一吼，佇這個季節內底，颱風足重要的。但是颱風你會使甲想講，伊哪有一個氣流，你本來其實你東北季風落來的時陣，咱佇這個東北邊，變做你宜蘭到基隆到。本地雨水就夠啊。伊本來雨水無一定會足夠，但是一定有雨水。等於你個等下，伊本來就佇遐點火啊！你颱風過來，拄啊好夾做火，順利拄啊點火，就規個爆炸。好，所以這對咱來講，對做氣象的人來講，做防災的人來講，其實這個季節上驚這件代誌。11月，11月颱風為台灣的南部過，你無一定愛花陸警、海警都不需要，你只要經過。東北季風經過就好啊，經過就好。你像梅基，就是伊根本咱都無發陸警、海警，攏沒有，都無來咧。伊就落遮濟雨啊。好，這所以講，伊這個情形呢，講實在，對於做氣象的人、做防災的人來講，這個大家都心裡有數。頭拄主持人甲頂長咧講，我們的疏洪道如果開了以後，會不會好？會好，但是。你也唔免期望講有限哦，唔是，就是講你會減，即個發生的幾率啦，你會使減較濟，但是你唔免想講你一勞永逸。哇！因為你極端氣候的時陣，你根本咱陣看到的是120嘛，吼124點鐘，吼連線，所以你倒落來袂赴。佇梅基的時陣是180到2點外鐘，400外。這個情形，你後屆極端天氣的時陣，可能你會超過準這個標準。做工程咱也無可能講為着講萬無一失的時陣，我真正用300來做，還無可能，因為迄經費吼，唔是頭拄店長講的70幾億，可能是300億。哇！好所以即馬所有的防災的迄個觀念吼，唔是講叫你講。無災，等於講我們減災，無另外一個等於講任性的藝術的講，你衝落來以後，我很快可以恢復。好，所以這就是可能咱面對極端天氣或者叫氣候，咱的想法改變啦。咱迄陣防災吼，等於講我凍甲歹勢，我攏無要想要發生。即馬唔是，即馬咱無迄個把握啊，所以咱來想講。盡量減少，愛較謙虛的。安尼吳老師，那安尼像蘇澳，伊要做這個分洪道，乃至到講，伊頂頭也講啊，伊就真骨力咧做吼。因為這頂頭我熟悉，伊真骨力咧做這個地下水啦，啥，我嘛是安尼着知啊。咱正確的觀念，尤其像這蘇澳，咱來講，伊真濟地區還佫無都市計劃哦。因這邊安怎來防災？應該是安尼講，大多啊，其實曾老師一定有講到講，咱即麼防災，唔是一定單咧靠工程來保護。你想講，咱即道誒分洪道啊做好了，一定嘛是個淹水啊？為什麼淹水？大多講到啊，咱即麼1點鐘超過100毫米嘛，對不對？連續幾6點鐘啊，咱即麼蘇澳誒排水溝一般可能頭50啊，1點鐘到50啊。好，你也想講，你即麼上台北甲高雄是差不多78嘛？哦，78，你即馬起啊上台北78嘛無效啊！
啊，你講咱起到100好無？迄費用足恐怖的，啊你每支100倍呢，伊要咱起到100。所以就講分洪道伊是減少什麼水？伊減少你上游侵襲首爾市區的水啊。啊，毋過咱市區家己落來雨嘛是無法度排掉，嘛是淹水啊。所以咱即馬愛有一個足大的觀念，就古早咱攏咧想講，咱會使靠工程來保護咱。即馬毋是安尼想啊。即馬所以我定定佇社區咧甲一般的居民安尼講，你若看到你的社區內底咧做排水溝的工程，還是咧做抽水站，你是感覺到歡喜，還是感覺到煩惱？一般的人攏感覺講安尼真好。講話咧頭毛燒的。為什麼安尼講？每一個工程都有伊個保護的標準，超過迄個標準了要淹地，啊，就淹你原本你本來你地勢就歹嘛。所以政府愛去做工程來甲你保護嘛，所以其實咧做防災意識是上重要的，毋是工程。所以咱所有即道來看講，咱也知影講，其實咧防災毋是亂槍打鳥，其實咱攏知影什麼所在會淹水啦。兩項物件，就使互你判斷講，你過去你捌淹水的所在，未來嘛，足可能會淹水啊。雖然政府做工程來甲你保護啊，毋過頭拄講的啊，工程有伊的保護標準啊。伊若超過迄個標準，就個你淹你遐嘛。第二個，咱即馬做足濟叫做淹水潛勢圖啊。你嘛知影差不多，你知影倒會淹水，所以你也知影講你淹水的所在，你帶有防災意識。你想講即道煙波飯店，伊地下室毋是小可淹水無？毋過至少無滅頂嘛。為什麼？伊知影伊遐淹水啊，所以伊去做防水閘門啊。啊是因為對啊，所以伊是因為水傷濟，所以。對防水閘門移過來，毋過幾乎毋過萬不離，你看伊個伊超無滅頂啊，所以就變成講防災意識其實是咱咧即馬咧做防災上重要一點，毋通一直去迷戀講啊政府你開錢做工程來甲我保護，其實吼，阮學術界攏定攏咧煩惱啥？迄叫堤防效應啦。做一個堤防了，大家攏感覺我安心嘛，所以我攏無對。你做堤防了，最有可能對堤防出來啊，翻秋過啊。對啊，啊，個大家無警戒心啊，啊，所以這就是工程，咱愈做愈濟，啊，個民眾愈無防災的意識，啊，咱受災就愈嚴重。哇，這把聽落頭毛燒咧。哦，所以咱即馬觀念愛改變啦。是老師，咱先停喺遮吼，咱另外一位古拉斯吳某吼，佇線頂。伊就是馬達案自救會的這個新聞聯絡人啦，吼。那這一擺馬達案嘛閣出代誌，而且是水利署的署長吼，家己承認講啊，因為阮迄陣是估計講伊個地勢較懸吼，所以阮就無甲做起來啦。啊，無做起來，結果吼啊較懸了，結果嘛是淹過來啊。小等下請吳老師來講吼，我要先請 Grass。哎，大家好，西哥哥馬布隆，大家好，大家安。是，Grass， 你甲咱講一下吼，目前即馬受損受災害的這個情形是安怎？咱即馬佇遮法達案部落遮吼，啊是無啥物災情出來，啊毋過佇咱北邊迄邊迄個萬隆鄉民利村迄邊吼，啊是有迄個水淹過，吼。啊，因為伊迄邊有迄個灌溉的水溝啊，啊，即馬伊個水就是為迄個水溝啊行，行到迄個台九線迄邊，哦，啊，即馬咱有看到資訊，就是咧講啊，已經要到迄個萬隆火車站迄邊，哦，所以。馬達案本身即馬是好，但是是對話蠻影響的這個民利部落內面，即馬有出代誌。對哦。啊，因需要救援的這個情形，敢有大家有落去鬥相共去啊？有，即馬都是迄個縣政府迄邊吼，啊有迄個機構，即馬去鬥相共，吼去要甲迄個。破口迄邊，甲伊掃起來。哦，即馬有馬上想要甲這個破口吼，甲動起來。那麼就恁家己吼，
就恁家己所想的，恁這馬達案溪吼，這煙花吼，你家己有感覺講，這所在可能日後若水閣較強，有可能會入來。你家己有發覺有其他什麼所在無？要建議的無？咱即馬就是咧講吼，迄個永濟的中繼的安置吼，應該要趕快的跟部落這裡討論出來，然後趕快來做施行。哦，因為這一次的災難讓大家大家感覺講就煩惱的，唔知當時迄個水會過來到厝內安尼，所以講若有一個安置的所在大家會較安心。哦，像即馬迄個這個風台伫迄個那個避難所內底嘛是狀況足濟。哦，啥物狀況？水也無夠，食的物件也無夠，眠床也無，足濟迄個市大人，伊就講我來遮國家結果國家足艱苦安尼，毋知要安怎，嘛無互咱轉去厝內安尼，所以講這都是迄個地方的政府像迄個鄉公所伊個準備無夠安尼，若有一個中繼安置的所在互大家心較安定安尼。古老師，你可不可以具體講一下你的中繼的概念？進前在這個貴將軍伊來到這救災的時陣，我會記得當時間有提出來講，後手就進行着中繼的這個安置。那麼已經可能也有超過2-3禮拜咯。那麼是安怎攏無後手的這個情形？是因為地方政府無接手，還是中央政府無繼續？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因為即馬來講我才知影的，就是講即馬閣咧討論中央這邊中央遮有人。要來甲咱做調查，這都是對咱來講有小可較慢的啦。我咱想講會當較緊的來做調查，也是甲部落遮的人來做討論，是要安怎做？有幾個所在會當考慮要做這個安置的所在，安尼。是。古老師，我想要一個問題要甲你請教你在地人，尤其咱辦早對這個地形地勢了解，一定比普通的白人更較熟悉恁要住倒位較安全，倒位水會行去倒位，恁應該是比一般的這個白人你熟悉足濟的那是安怎到當為止？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無採納恁的意見。是恁無去表達，還是恁有甲表達過？真嚴前無甲恁照主意來做。其實為開始要講，咧講這個中繼安置的問題咱都有咱的部落的迄個耆老都有提出講，咱想要佇咱的舊的部落的迄邊，有一個所在，叫做那主land，都是咱舊部落的迄個所在，會當佇遐做迄個中繼安置的所在，嘛是離咱的部落遐較外，較袂遐遠。若是講要較好的，閣有迄個其他的所在來講的，都是佇迄個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那邊，因為伊地勢較懸的，較無迄個淹水的問題，所以講政府呢應該是講較緊來考慮，來調查，講這個所在到底是會使住還是袂使住，互咱有一個心安，互咱知影講若有一個安全的所在會當住，後壁咱過來討論講後壁要重建還是要安怎，嘿。是，
Gulas， 我上下尾一個問題甲你請教。我昨日看到面冊頂頭，還有人翕著講，你甲看，無答案的人還佫咧領便當，佫咧排隊領便當，這是真的消息還是假的消息？佇咱迄落像昨到今仔日透早吼，早頓的時陣，吼，因為昨就是咱的部落的組人吼，咱部落的人攏去迄落有一寡到迄落光復國小，啊都啊個迄落那個馬太安教會迄邊，啊毋過這兩個所在吼，都是食的物件嘛無夠，啊啉的水也無夠，啊迄落佇遐的迄落鄉公所的人員，都是講啊，咱只有啥物啊，可能是8寶粥啊，還是安怎毋過愛照迄落名冊。啊，登記的人才有，吼，啊，所以講人，咱的部落的人就想講啊，那會只有8寶粥爾，吼，啊，就是安尼，就巴肚枵啊，啊，佫有啥物會當食，吼，後壁就是阮的迄落巡守隊啊，啊，佫有敲電話甲咱的議員去講說，那會食的物件無夠啦，敢有啥物芳，還是啥物的，緊傳過來，吼，互咱。市大人有物件好食，吼，啊到今仔日早起吼，因為前一天迄個國小甲長老教會迄邊都無早頓好食，啊到今仔日早起吼有敲電話啊，還是有甲迄個議員講，甲咱鬥相共，今仔日早起才有早頓有迄個糜好食啦，吼，啊所以講這個就是咱地方的政府吼，準備無夠啦，啊聯絡無寫迄落，就是無夠齊全，安尼，就是互咱的佇那個收容安置的許多人來講吼，都是就很困難這樣子啦，吼。Gulas， 你若是用後吼，啊，佫有其他啥物問題，啊，啥物？其他的這個要求吼，你會當甲阮的這個製作單位吼來聯繫，阮替你來發布。那不管是你家己的面冊，還是阮的面冊吼，來替你發聲。那麼你若有啥物要求吼，上好有這系統性的物件，咱互相來討論。吼。好。咱即馬都是佇迄個面冊頂懸吼，有咱的慈教會迄落。粉絲專頁是哦啊，之前咱都是用迄個法達案年紀這個粉專啊，今嘛咱有做這個法達案自救會的粉專，所以講若是有咱的聽眾朋友吼，鄉親時代啊有關心咱法達案遮的代志的朋友吼，你會當去面冊頂懸去找咱的粉絲專頁，都是。法達案自救會粉絲專頁，是，感謝Gulas，恁辛苦了，加油啊！好，感謝。啊，這樣因為關於到這個救災後手吼，我這跟咱社會韌性吼有關係。我要先拜託這個吳老師來回答者。這個後手貴將軍離開了，啊就我唔知影是進前就安尼，還是之後才變安尼，連早起頓是大人要食了無？這應該是安尼講，就講咱知影講，公戶即個鄉公所伊要處理，因為即道公戶要去收容所的人足濟哦，就講撤離的人超過去5000人，啊，你去收容所的可能超過1000幾個人，這一般的公所可能攏無啥好應付，所以你花蓮縣政府應該跳落來啦，就講毋是全部攏放互公所啦，所以。我想總講未來啦吼，有幾個建議互花蓮縣政府啦，就是講你公所私立一定是家己愛訓練好，你若人無夠，你其他的公所當然才來支援。還講你要拜託一個部落較舒適的一寡 NGO 組織，哦，你講芥菜總會啦，是啥物？迄個甲因宗教是共款的，來運作這個收容所啦。就講毋通全部攏放互公所，啊公所能力無夠。能力嘛無夠，吼，能力跟能力都無夠的時陣，就會出這個代志。對啊，對。啊，咱大多咧講到總計這件代志吼，
為什麼即馬因愛做中繼？就是咧講，因為現在這條馬太安溪吼，規個攏淤積啦。拄拄啊，主持人有講到，講為什麼這道去因民利村迄邊啊，講迄邊為什麼無做堤防嘛？過去足懸的啊，因為過去馬太安溪足深的啊，所以伊是足懸的所在，無需要去做堤防啊。閣你即馬規個馬太安溪，規個攏淤積甲邊啊路邊懸，對，所以伊就變做無夠懸啊。所以水就淹過遐啊，所以為什麼因即馬要講中繼？就是講咱即馬看袂清楚後蓋馬太安溪到底伊當時會在穩定，對。所以你即馬你要叫因就地重建嗎？唔通哦。對啊，所以我即馬先做中繼，等後蓋馬太安溪，你看講幾冬了，馬太安溪當會真正穩定。咱若看對迄個水保署因的迄個衛星的資料來看。即馬咱咧清啊，佇迄個，即馬佇光復頭前，即馬太安溪，即馬淤積看甲遮恐怖，對毋對？較佔規條溪淤積無到10%呢，就是講閣有90%對頂懸排水淡要落來呢。所以表示講，咱即馬咧煩惱啥？只要落雨啊，就甲規個帶落來。啊，所以你即馬要叫法台岸要安怎重建？伊根本就毋知影講後蓋的風險是啥，所以愛做中繼的調查，啊，中繼拄拄啊，苦老師有講到一個重點啦，就講中繼的調查其實足複雜的啦，就講你中繼要起佇地，就會影響到遮個人的意願啦。那是生活。對。哦，啊，閣有心情。對。這足複雜的。啊，是大人會感覺離鄉去。啊，你看法台岸部落偌濟人，超過1000戶呢。這毋是講一般的部落攏100戶以下伊是超過1000戶的，這是對荷蘭時代就有的部落呢。所以我講要調查嘛，無遮緊。哦，啊，因內部可能愛做足濟誒調查。對，毋是單政府來做調查，因家己內部愛去做調查啦。哦，這嘛是人性的一部分。對，這主持人講得真好，這就人性。所以人性就講你咧做洪災，你一定愛想超前部署，你愛。咱即馬知影講要撤離，啊叫撤離是偌濟要撤離？你想講即道，因即馬法坦部落即馬甲一般台灣的其他誒社會咧撤離無共款。你想講因即馬我昨嘛聽講真趣味，足濟人想講啊撤離了，因去迄個2樓去3樓垂直避難的，啊當袂使有中晝頓啊暗頓通食。啊伊講啊咱一道就想講啊恁都明明知影講風台了，你要撤離，為蝦米你無家己準備？啊！你無想到為什麼？因即馬因兜之前攏受災了，即馬內底嘛無甲水，有電有水啦，毋過無甲水路嘛無遐有誒無誒啊，話嘛無冰箱啊，你要叫伊安怎囥物件？所以咱袂使用咱台灣即馬平地誒社會誒運作誒邏輯去想即馬誒法壇，去想光復即馬誒運作啦。所以政府愛有一寡想法，吼新誒想法，咱即馬開始做，希望講咱即馬11月了無擱風台啊啦。哦，所以咱即馬可開始有時間，一直當到明年的防汛期5月吼，季風要來以前，愛開始做一個準備。對，咱愛做一個準備，吼去推動社區防災，大家愛知影講過來要安怎做。後蓋因這撤離，無一定攏變常態啊。因即馬是降雨200毫米就愛撤呢，啊，咱問氣象專家200毫米，它凊彩一個風台嘛200毫米，所以一日干嘛愛撤離啊？我先請教咱詹老師哈，詹老師，照你講11月、12月是風台較少的時間啦，上少應該2月吼，風台上少。對，但是你知識很豐富。但是這11月、12月來一來就調調，攏會個東北季風呢，因為這我根據看過去的經驗，這氣象座啦、安全所以你見擺落來安尼，敢是安尼？應該是安尼講吼，11月、12月颱風基本上吼足少啦，吼，由11月以後基本上足少有颱風啦。但是即馬佇全球這種氣候的變化之下吼，其實我在理論上啦吼，不排除未來11月的颱風不會減少了。啊，為什麼吼？那咱去想講颱風吼，伊要發現要生成哈，那它的一個條件之一就是海洋上面的溫度愛有高，愛燒，即嘛咱看咱的整個海洋上面哈，溫度現在都很高，
好，越來越高。那個代表什麼？代表說它提供這一種我們可能發生颱風的這一個，這個生成的這個環境呢，會越來越好。那未來越好呢，那就含咱的熱天些個。咱即擺以前咱的熱天哦，咱可能是講你6月到10月，好到9月是熱天。咱即擺熱天是為5月初開始一直到用到10月底11月。啊，即擺咱以前的颱風季，咱差是10月6到9月。那現在有可能會往前跟往後，這個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啊，但是等於講，那我們就要等時間去驗證。但這種驗證等於講，咱以前在想講，如果全球溫度越來越高，啊，咱在想講啊，颱風敢是會愈來愈強，愈來愈多。結果我們事後的證實是，颱風沒有比較多，但是強颱的確是增多了。哦，這是無這，但是伊的強的真強啊。嘿，伊發生的時陣到伊發生的所在啊，離咱台灣愈來愈近，咱能夠防災的時間啊的越來越短。好，那這個是我們在面對到等於講頭拄仔講社區防災，那這個防災要向前部署，那我今麥愛部署的可能愛術科更較濟。老師，你手頭摕迄張圖表是啥物？你講咱看。這張圖吼是麻煩同事去甲我畫的吼。這張圖就是講咱這個蘇澳吼，蘇澳這邊遮雨毋是落上濟哦。啊？吼，頭拄佫毋是冠軍哦。佇東北這邊毋是，咱來看，伊這有3條線，伊下骹這條線吼是迄個時雨量的1點鐘就偌濟。啊，頭拄仔迄個賈博士已經講啊，連線4點鐘超過100，上懸的120。好，啊這是迄個1點鐘，每1點鐘，更較懸這是每3點鐘。啊，你來看，伊都愈來愈懸，啊這尾頭到落雨開始到時陣，所以伊陣加的差不多有500。啊，所以你講你無陰，你要安怎？頭拄仔吳教授也講。宜蘭50，啊，連線4點鐘超100，啊，你要陰幾點鐘？咱來算，來4點鐘一定陰的嘛，吼，啊，4點鐘內底你當然會使出去200，啊，我佫有200-300佇外口，啊，佫200佇外口等呢。啊，你啊清水溝啊清啊足清氣，無要緊，你佫6點鐘，哎，是上少的哦，吼，啊，頂懸的雨佫袂使落來哦，啊，所以。咱對於整個防災，加這個免講到中繼的講，我們有時候在做防災的時候，咱講防災地圖，咱是講對的淹水。其實防災地圖還有一個哈，等於講你淹水的時陣，頭拄吳教授也講，你要走一隊。其實這個更加重要，因為伊愛甲你講，你看到啥？意思是講咱個人都要想好安尼。哎，你先要想好，啊無你敢知你要走隊？啊，地震來的時陣，你要走外口走內底，還要咪倒啊卡？你先想好啊！啊，走唔對的時陣，足嚴重的啊！哦，好，菲律賓佇2013年的伊迄個颱風也死到用要到1萬幾個人，有一部分當然是因為你的風暴潮，但是有一部分是走唔對，因為你必須到地下線嘛，啊，你規個淹死啊！在菲律賓一年20幾個風災呢，啊，這個國家就免運作啊。伊20幾個無毋對，因為菲律賓足長啦，啊，伊個主要的大島吼，一年當差不多7、8個啦，咱差不多咱3個啦，伊7、8個啦。好，2倍啦，啊，伊差不多2、3冬吼，就一屆迄個足重大的迄個災難發生啦。啊，這個啊，伊講伊閣無法度像台灣。安尼來導諸在公共建設，在處理這種防災啊，很重要的，連防災的意識你都沒辦法提升，所以它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咱即馬吼要有一個觀念吼，這趴一定要講，就是講，你防災不等於放假。吼，行政首長吼，一日到晚咧頭殼咧想的就是放假，要放不愛放。我實在是有疑問的，賈老師，你桃園這擺是咧放什麼意思？
你們問這專家，大家嘛頭毛咧燒。第一個啦，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咱像講，歹勢哦，我唔是咧講同人袂使放假哦，我是講伊是法定已經達到這個標準啊嗎？咱吼，這吼，其實我嘛是定定佇思考、佇想的一個問題啦。咱第一個吼，像講日本這個國家共款有風颱、有地震嘛，有海嘯啊吼。啊，伊其實日本伊無迄個咱講這個風颱假，伊無這個吼。啊，咱台灣這較特殊，都啥那有吼，咱這是通討論，我感覺是通討論啦。啊，這第一個。啊，第二吼，其實吼，真濟記者朋友。大家來問我，就講啊，當時搭一個所在放假，我就講唔是放假，咱講實在吼，咱風颱是一個，咱講就即個咱講災害性的這個天氣吼，啊伊若講造成的影響攏非常的大嘛吼，所以咱應該是講是一個防台準備假，咱是咧因為咱吼風颱可能要來，所以咱愛有一寡時間，咱先來做好咱的這個防災減災的這個動作。啊，另外來講吼，所以吼我。就足無愛講即個颱風假，我攏講防台準備假啦吼。啊，另外吼，咱講實在吼，咱即馬即個宜蘭即個所在，其實我嘛是宜蘭算講是我的故鄉啦吼。咱宜蘭這邊吼較特殊吼，咱佇即個吼，差不多10月、11月、12月吼，若是東北風較強的時陣吼，伊就攏真夠落雨，啊，伊迄落雨吼，的時間真長。啊，定定總造成咱講東北部這個異常降雨，就是講伊個雨水真大。啊，啥物時陣伊其實攏有一寡吼特殊的這個氣候的這個條件。啊，這是第一個，就是東北風甲咱宜蘭吼，這個畚箕，敢若畚箕伊這個地形共款。嘿，啊，伊這個風灌過來，所以佇咱溪南這邊真夠這個做落大雨。的原因嘛，東北風啊，這個問題其實佇日本時代吼，因都佇研究啊。啊，咱即馬咱講學氣象的吼，佇2020年迄當初嘛有做一個實驗，哦，所以咱就使特別注意。第一個，咱若有講較明顯、較強的東北風吹來吼，咱就使特別注意，這是第一個。啊，第二吼，咱講宜蘭吼，佇即個9月、10月了後吼，要做大水吼，哦，較特殊的原因就是像講咱即個風颱的影響，東北風甲咱即個風颱互相的影響造成的。哦，所以咱這是吼，咱家己愛了解，哦，了解這個現象造成的這個原因啊。我感覺這是第一個吼，啊，第二個吼，講實在吼，咱即馬攏靠工程佇保護，確實吼，即馬咱講這個防災吼，已經攏知影，工程有限啦。你這堤防要起偌懸，你錢敢有遐濟？無嘛吼，啊，所以其實吼，咱就講這個軟調適，咱就是講防災，咱。人民的防災意識哦，我是感覺哦，其實哦，咱住佇台灣這個所在，第一個咱愛了解咱住的這個環境到底是安怎樣。咱可能是住佇山，咱講這個那個山前還是山邊，迄個山前迄個吼。山前山後。咱講這個我家門前有小河嘛，咱囡仔時來去唱這個，你可能住佇溝仔邊，可能住佇山邊，咱就愛注意，咱這附近是毋是較無穩定的這個所在啊？防災意識呢？是啊，所以我感覺第一個上條，咱愛了解咱住的這個環境，因為這是非常的重要。這第一點。頭先咱問講迄個古老師，你就問講，因為這個較時大人，伊知影講，過去搭一邊捌淹過，搭一邊較袂淹，搭一邊較懸，伊這就是過去的這個歷史，甲咱講，伊若講吼，人有家己的風土地形嘛，對，伊有淹水，就表示未來嘛是會淹啦。講實在，因為即馬地球發燒，即馬雨會愈來愈大，哦，啊，即馬攏超過咱即馬科學理解的這個環境，所以我講，咱愛了解咱的環境，第一步非常的重要。咱愛了解咱這邊是毋較危險，咱這邊若講出代志，咱要走去倒，攏愛平常時攏愛想好做好，無講你地動來你要秘倒，你想來想去嘛袂有啊。所以咱攏講愛防災演練，哦，這是足重要。我感覺這第一個。啊，第二啊，咱講實在，即馬咱講像我嘛是攏起來台北，啊，佇厝的可能攏是大人，咱講可能老歲仔人，伊可能行動嘛不方便，啊，可能因演歌嘛攏無讀啥物冊，所以咱甲做這個防災溝通的時陣吼，咱愛用伊通聽的這個，因通捌嘛有長照概念。有啊，你愛互伊知，你愛講互伊知，咱袂使講了傷深，伊聽無啊。吼，所以這是真重要。啊，第三啊，咱即個馬太安息這個事件，我感覺吼，
是講吼，真加在咱政府吼，因有放這個水位計佇迄個所在，所以咱知影講，伊當時這個水起來，所以吼非常的重要，就是講監測資料非常的重要。咱有監測資料，咱後壁敢若做預警，哦，所以這是咱未來吼愛特別注意這個所在，愛了解咱的環境，知影咱若講哦有啥物代誌，咱他愛咪倒，哦，這非常的重要。是，老師。到底文化大學是愛放假無放假？其實頭啦，賈博士想得很好哈，就是講，不是放台風假哈，不是講你甲標準達到了，你就放。放台準備假，準備假，你準備，因為你也講因為達到了。